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是来陪，渺渺茫茫来有回忆。咦，这里怎么有个包啊？你看一下。哇，这里怎么那么多钱呢？还有2部手机，还有一个文件夹。这失主要是丢的东西，是不是在这里该多着急啊？我在这里等一下吧。哎，小妹，你看你这个包是我的耶！啊，这是你的包，我在这里等了一上午，然后有几个人都来问我这个包是他的，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包是你的呀？不是，你听我说啊，这是里面呢，我给员工装的奖金，你知道吧？这上午来了个客户，我打电话我就忘神了，我就落这儿了，知道吧？这里面的东西我肯定知道，知道吧？里面应该是有10万块钱的现金，然后呢，里面有一部手机，你自己看一下了。啊，我给你看一下。哎，真的有10万块钱。是啊，你看这还有一个手机还在这儿，是不是？啊，那是你的。你以后就是在外面的话，就是要小心啊，再不要把东西丢了是吧？行，这个确实是我马虎大意了啊。这个就你一直在这儿坐着等我还这个包啊？我在这里等了一上午。你这真是好人呀！你看这个地方是吧，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人，是不是啊？你这完全可以拿着走啊！你还在这儿等我这么长时间。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你，你这样的，现在遇到你这种拾金不昧的人真的太少了呢。别的不多说呢，这是5000块钱，你拿着吧呢。啊，我要是想要你的钱，我是不是把包子提走了？我还在这里等着干嘛呀？是不是？这也确实是啊，我实在为你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我要跟你点个赞。那你说是吧？我这现在，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呢？是不是啊？你要是这奖金丢了，是不是？这员工该有多着急啊？是不是？这个手机里面还有我的重要资料，是不是？你就是以后再出门的时候就注意点，不要再把东西丢了是吧？行，你这你就啥也不要啊！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你说啊，不用感谢了，不用了是吧？行，那今天确实是遇见好人了啊！好吧，我公司就在这楼上，好吧？有时间呢你可以过来喝茶，好不好？好。行，确实谢谢你啊！啊，没事，那我先走了。行，那你慢走啊！好，真是遇见好人了呀！老板，我不想干了。不是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想干了呢？在这里业绩老是垫底，然后又挣不到什么钱。怎么会赚不到钱呢？是不是？赚钱的答案从来都是公开的，就看你会不会抄。你可以没有慧根，但一定要慧根，直接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让自己快速落地，少走弯路，是不是？你看一下公司的那些销冠，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了，明白吧？好的，我一定会好好干，下个月争取当销冠。行，我相信你，好吧？你下去吧。你还是把我的微信给删了吧，我的手机一响，总以为是你。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发这种信息了？搞得我老婆都误会我了。你不就是想要订单吗？行，我给你下个10万订单。我明天来带着我的老婆一起过去，你来当面跟她解释清楚，然后再给你一点折扣。好的，我明天在店里面等你。下一个，张哥。哎，小宁，这看见老板了咋也不打声招呼呢？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啊？我看见你我就要打招呼啊！我是来上班的，又不是来当宫女的。再说了，我看见你我还说皇帝吉祥啊！我给你喊加班费的时候，你怎么没听见呀？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呀？我就这个态度，你看不惯我你就干掉我。你是来应聘的吗？是啊。那你的简历怎么只有半张啊？因为只有这样，我的简历才能放在上面呀。哦，那你认为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思维和技巧呀。思维和技巧。行，那你如何说服我，让我把这杯水喝下去？我不能让你把这杯水喝下去，但是我能让你把这杯水吐出来。嘿，我才不相信。行。来，让我吐出来呀！你不是喝了吗？你为家乡脱贫做出什么贡献了吗？贡献？贡献好像是我离开了家乡呀。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月入过万吗？税后没有。税前呢？税前没有，但是睡着了应该有。我怎么感觉你每天上班像没睡醒似的啊？我要是睡醒了来上班，不就迟到了吗？不是，你要能干就干啊！你要不能干，赶紧给我滚蛋！你要是能开除就开除，不能开除你就给我忍着。行，你好好干，下去吧，下去。表哥，还你的钱。不是你什么态度啊？当初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啊！
你天天打电话催，天天打电话催，我在外面跟我闺蜜喝下午茶，你在那里打电话催，我不要面子的呀你。还你要面子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钱借多久啊？你自己不想着还啊？快10年了啊！我现在如果不是开分厂啊，手上缺点资金，我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吗？自己不自觉，你还埋怨起我来了。当初你借这个钱的时候，你也没说要我还这个钱呢，是不是？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欠钱还钱，天经地义啊！难道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你还不要你还？我啥时候说不要你还呀？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外面借钱的时候从来都不还的。不是我以前咋没发现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啊？还从来不还的啊？你身边还有朋友吗？就你这种人？你在我家吃，在我家喝的时候，你怎么没说要那个呀？我现在你就是借了你，不就是借了你点钱吗？你在那天天要，天天要。不是这钱少吗？10万块钱，快10年的时间，我没找你要过一分利息吧？你别跟我扯小时候在你家吃喝这人情我早就100倍的就还给你了你心里没点数吗？算了，表哥，这个亲戚我也不想要了，以后我们就是桥归桥，路归路。我还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了，就你这种亲戚现在钱还回来了你也以后别再找我，不像话。哎，小姑娘，让一下呗，我车要出去。这是你的车呀？是我的车呀。我找的就是这个车。不是你找这个车干嘛呀？你是不是这个厂里的老板呀？厂里的老板？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我母亲王小梅在这里工作。工作怎么了？她告诉我这个车就是老板的车。就算你母亲王小梅是我工厂员工，这个车是我的。不是我问你找我干什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知道吧？哎，他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厂里的老板欠我的老板母亲的工资还没给呢。你意思是我工厂欠你母亲的工资没发？是的。你不是开玩笑吗？我们工厂每个月都是按时按点的，是吧？把这个工资打到你们员工的工资卡上面，怎么可能没发工资呢？是没发呀，你们的女主管把我母亲打了住院呢。咋又跑出女主管打你母亲了？你这小姑娘话都说不清楚是吧？我都不知道你在讲啥着。我母亲的工资欠款，然后找女主管要钱，然后她现在说我说工资没发，然后现在就是我坐了几天的火车过来的，然后我母亲就是在医院里面，然后我现在就是来找这个老板的。你这样小姑娘我看你不知道是紧张也还是激动还是怎么个情况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的你先平复一下心情，你也别紧张你今天也得回遇见我，你像别人搭都不太愿意搭理你的，我现在耐下心来，我听你讲一讲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想问一下王小花。王小花是吧？是那个1号线上的吗？是的。是1号线上，是1号线上，我们工厂是有一个叫王小花的，是不是50多岁了？那行，我知道，等于说是3个月没跟他发工资。是的。然后他来要工资，被我们工厂1号线的女主管把他打进医院了。是的。是这个意思是吧？是的。我咋有点不信呢？你这样我现在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这种事在我工厂亘古未有，从来没发生过，知道吧？我现在跟我们女主管打个电话，好吧？如果你所说的事儿属实好吧，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好吧？如果不属实你该老凉快去，你这不完全污蔑我工厂的名声吗？是不是？喂，女主管你在不在工厂？不在，出差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是吧？你这样你明天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听明白没有先这样。不是出差了，主要是这是你的托词，我不相信。不是托词，真出差了，知道吧？关键是你说的这个是吧？我也有点不信。不是，那我问你你母亲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医院在你这个县3医院呀。3医院是吧？你这么着吧这事儿关键我一会儿还着急事儿，你这样吧我也不担心这个事儿，万一是真的，知道吧？我也怕到时候对你们有所亏欠，知道吧？你这样我一会儿下午把所有的事儿我都推掉，好不好？我现在亲自陪着你一起，你一会儿坐我的车我去3医院去看一下你母亲，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事情属实，你放心你母亲拖欠的工资，以及你母亲的医药费，以及精神损伤费好吧，以及你来回车马周顿的这些劳务费用我全部一次性给你到位，行不行？如果说不属实的话待会儿咱们就哪说哪鸟就得了我也不追究你责任，行不行？好，可以。可以是吧？那你这样呢？你上车，我现在去看一下你母亲到底怎么回事不辞职不行吗？不行。给你升职？不行。加薪？不行。不是，你来这儿也都4、5年的时间了，是吧？工作上也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给你加薪是吧？给你升职你也不愿意，既然铁了心要离职，你告诉我究竟什么原因是这样的，老板，我母亲就是生病了，
母亲生病了。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要做一场大手术。大手术啊？是家里没人照顾还是什么情况？我家里就是我跟我母亲从小相依为命，然后没人，现在我母亲病了，我就要去去照顾她。是这样是吧？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是吧？知道了，难怪你要辞职呢。那现在你母亲就一个人在医院那边啊？是的。我知道了啊。那你这辞职原因你要一说，我是吧能情有可原。那你现在是准备直接回去就辞职就去照顾你母亲，手上的钱够不够啊？我就是在亲戚家借了几万块钱，然后现在还差个1-2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弄啊？我再去想其他办法，看一下其他的就是朋友能不能借到钱。你感觉能不能借到啊？感觉有点困难，因为现在的那个就是人的钱就是不好借，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挣到钱，他们的生活也有点困难。是这样是吧？行，大概情况我知道了。你这样呢，我这儿呢有3万块钱，这是刚才那个张总啊结我们的货款结的，正好上午给我送过来了。你把这3万块钱先临时拿着呢，先去给你母亲看病，好吧？这个钱我不能收。这为什么不能收啊？你说你们来这儿是吧？来到工厂了就是一家人，是不是？我始终是把你们当做亲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是不是？也深知你们从农村出来到这儿打工也都不容易，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钱呢你就不要推辞，你把钱拿好，然后回去之后呢，钱如果再不够，你到时候及时跟我说，知道吧？我这边该支援你的还是会支援你的，知不知道？那这个钱我先收下，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这打什么欠条啊？是不是？我刚才都说了，来到这里就是一家人，家人跟家人之间还打什么欠条啊？知道吧？其实也有很多员工，有时候家里有困难，是吧？我也都是直接支援他们的，也没让他们打过欠条，知道吧？信任你们就如同是信任我的家人是一样的，知道吧？你把钱拿着，这个钱呢你也不着急还，知道吧？回头混得好，是吧？手上有你就记得还我，你要手上一直不宽裕，你也不用放在心上，我也不会主动找你要，知不知道？谢谢老板。然后你那个工作岗位呢，我会一直给你保留着，知道吧？你什么时候把母亲的病治疗好，可以病，到时候随时回来上班，工厂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知不知道？谢谢老板。我母亲就是康复了之后，我就会回来好好的干。行，没别的事儿啊。病情中途有什么进展，你到时候也及时跟我来个电话，好吧？我也放心一下，好吧？谢谢老板。行，那你去吧，我给财务打电话让他给你订机票啊。咦，怎么有个手机在响？喂，你好。喂，是你捡到我手机了吗？我在这儿是捡了一部手机。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这个人民广场这个停车场这里。你在那里等着，我马上过来。行，那你快点吧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是不是你捡到我手机了？这是你的手机是吧？是的。给你吧，我就先走了。不行，我手机就是怎么破的呀？我捡起来就是这样的呀。我昨天刚买的手机，怎么可能是破的呢？你怎么破的？我哪知道是不是？我捡起来就是这样的。我手机现在破了，必须要。不是啥意思啊？等于讹上我呗？但我手机确实是昨天买的呀，现在破了，肯定是你弄的呀。意思是我不赔钱啊？我赌鸟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来，你把手机拿给我看一看。我让你看一下手机是怎么被摔坏的，知道吧？不像话，还想讹上我。来，同志们，发奖金的，第一个来的有奖金啊！我是第一个来的，有奖金拿吗？有啊，但是你前提必须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如果回答正常对的情况下啊，你有3000块钱奖金；如果回答错误了，你晚上得留下来义务加班。敢不敢挑战？敢是吧？那我问你啊，一只羊它有几只眼睛？2只眼睛。有几张嘴？1张嘴。有几条腿？4条腿。为什么？我哪里知道为什么？你要想让我义务加班，你就直说，何必找一些无厘头的问题？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来告诉你啊，喂草啊！你晚上留下来加班啊！老板，我是来面试的。好，你放这吧。来，老板，你的外卖到哪呢？来，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几点了啊？我现在都不想吃了，我都不饿了啊！把我饿过了，知不知道？不好意思啊，老板，你也知道现在是高峰期，知道吧？中午路上车也堵，知道吧？实在确实来晚了点，不好意思啊，我跟您道个歉啊，您收下吧。哎，你堵不堵车关我什么事啊？我告诉你，你赶紧拿走啊，否则的话我会给你差评。不是老板，你可千万不能给我差评啊，是吧？你看我一天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也挣不了什么钱。你要给我差评的话，我这一天今天就白干了。哎，我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呢？你白干关我什么事？赶紧拿走！我说这位老板，你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个外卖员吧？
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啊？我怎么对他关你什么事啊？啊，你今天过来是面试的，还是过来啊跟我讲理的呀？我在没来之前呢，我是非常的看好贵公司，但是通过你对这位外卖员的这个态度，我现在是不能苟同你们公司的这个做法啊。这份工作我不要也罢。走，小哥，我们一起走。哎，小哥，你这个外卖是多少钱？我转给你了。不用钱呢，你面试被通过了。什么？哦，他是我们公司的严总。你是严总啊？是的，我呢以这个外卖员的身份呢，在这儿面试啊，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啊。在这1个月的时间之内呢啊，没有一个面试者啊敢站出来替我说话的，知道吧？今天你是第一个啊，所以说呢，你被面试通过了啊。原来是这样啊。是的，所以说来到咱们公司呢，在能力和人品面前，我最看重的是人品，知道吧？所以说呢，也恭喜你啊，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好不好？谢谢严总。没事，在这儿好好干啊。好。帅哥，你钱掉了，我钱掉了，不是帮我捡起来吗？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吗？你自己不会捡吗？我让你捡到是看得起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赶紧给我捡起来！凭什么帮你捡呀？啊，我是你们公司大客户，知道吗？待会儿我你们有好果的事儿，麻利着，赶紧给我捡！行吧，行吧。磨磨唧唧的，就这样给我呀啊！掉地上这么脏，不知道帮我擦一下？行，拿过来，一点眼力劲儿没有，这不对呀啊！掉地上是1万，怎么到你手上只有5000了？怎么可能？我捡起来就给你了。给我，但是这个地方少了5000块钱，是不是被你拿走了？我看一下。你这钱不见了，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赶紧给你家人打电话啊，把剩下的钱给我立刻送过来，知道没有？怎么会遇到你这种人呢？啊，不是你等会儿发来的，不是啥情况啊？这位帅哥怎么发这么大火呢？这个保安手脚不干净啊，从这儿路过掉地上1万块钱，被他捡起来之后就只剩下5000了。是这样，那我看一下，等于说是你掉地下原本是1万块钱，他捡起来就只有5000，这个钱现在也只有5000，是吧？是的。那所以证明这个钱它不是你的呀，你掉的是1万，他这个钱现在只有5000，那肯定不是你的呀，是不是？来，你把这个钱拿着，保安大哥。老板，这个钱不是我的。我知道，你先把这个钱拿着啊。你是公司老板呐？是啊，我姓严，我是严鑫，怎么了？哦，可能刚刚是个误会，我掉下去了，就只有5000块钱。误会，这不是误会啊，是不是？你刚才说是吧？你掉下去1万，是不是？捡起来就只有5000，那足以证明这个钱肯定不是你的。然后这个地方是吧，也没有监控，也没有是吧第三方人证。我刚才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是吧？我就是第三方人证，我就是人证。所以说，我能证明这个钱它不是你的。哎，那这个钱就算了吧。我们现在去到办公室那边，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我就是来找你签合同那个李总啊。啊，你这个上海来签合同的李总啊？是啊，但是今天这个合同我跟你肯定是签不了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你这种人品，我怕跟你签个100万的合同，你回头找我要1000万的货，我找谁说你去啊？任总，你可想清楚啊，这个可是2000万的大订单啊，你知道吗？够你们公司吃1年时间。不管跟我公司吃多少年啊，也不管这个订单金额是多少啊，就你这种人品，在我眼前不过关的啊，我一概不合作。行，你不要后悔啊！我从来不干后悔的事儿。来，保安大哥，把这个钱拿着，知道吧？记住，以后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委屈，直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知道吧？好的，好的，老板，这个钱它不是我的，就是他掉的呀。我知道是他掉的，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拿着就行，我心里清楚，知道吧？这只当是吧，给你受委屈的一个是吧奖励就行了，补偿，好吧？那老板，那你为了我这个小保安得罪那么大的客户，你觉得值得吗？小保安，你说如果没有你们保安，是不是为公司尽职尽责的，是吧？保卫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是不是？那公司是吧，怎么有安全感在这儿工作呢？是不是？你们的职位也都很重要，知道吧？再不管说啊，他是不是大客户，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公司谁最大？当然是老板你最大了。你错了，我们公司就是你们这些基层员工最大，没有你们这些基层员工，我给谁当老板去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在这儿正常好好工作就行啊！不管干什么职位啊，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只有人品才分3、6、9等，知道吧？我们做保安也一定能挺起腰杆，好好做保安，是不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懂不懂？知道了。行，在这儿好好工作，好吧？有事儿去找我就行，好吧？好的，好的。行。哎，小丽，今天天气热啊，一会儿我要出门见客户啊，你待会儿呢给我拿个塑料袋子装2瓶矿泉水啊，我一会儿路上喝，好吧？好的，好的。现在就去办啊。好。老板，你是让我整的那2瓶水？你这是啥样啊？这2瓶，你让我用袋子装起来2瓶水啊？不是，我是要喝的水，我是让你拿2瓶矿泉水装在塑料袋子里面，我带出去好喝。你这样我怎么喝呀？用吸管喝呀？我用吸管喝啊！你瞅你这一天天虎头虎脑的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自己用吸管喝完吧。哎，你谁呀？你怎么上班时在玩手机啊？我。谁拿？财务，你过来一下。哎，经理，你1个月多少钱的工资？4000是吧？你去拿8000块钱来给他。经理，他是……哎，行了，让你去拿就赶紧去。那经理给你，不是给我，是给他。那给你，给我的呀。对呀，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好的。老板那边的话，我等一下去跟他说。哎，这刚才怎么回事啊？不认识啊，手上怎么拿那么多钱呀？哎，老板，他是送快递的。送快递的？是的。什么？他是送快递的？你刚刚怎么不早说呀？你有没有问我呀？你们俩还不赶紧去追？小丽，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凭什么呀？凭什么？就凭你昨天顶撞我，知不知道啊？我告诉老板去。我告诉你，你告诉谁都没用。我不管，我就要告诉老板。你告诉老板不是试试看。王主管，挺能耐的呀啊！老板，你怎么过来了？我要不过来啊，你是不是要把工厂能干活的员工全部开除掉啊？留下来的全是拍你马屁的呀？没有，老板，我跟他正开玩笑呢，是吧？开玩笑啊！你下面也管了几十号员工吧啊，也不止一个员工到我这儿来反馈啊，对你意见都挺大，怨气都挺大的啊！我开厂这么多年，是不是啊？从来也没碰到像你这样的主管。不是，老板，可能是平时吧，他们爱偷懒，我管的比较严格了，他们就对我有意见。爱偷懒啊？哪个爱偷懒？你跟我说说啊！你也别在这儿狡辩了啊！我告诉你，你连自己下面员工自己带的兵关系都搞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还坐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啊？我告诉你啊，直接下面去当基层员工去，当螺丝去。保洁，臭保洁发工资了啊！发工资不准领，还我给你送过来，你面子多大呀？啊，还拿着，这是你的5000块钱的工资，你拿好了，知不知道？还感谢，就这样感谢，你挺鸡贼的啊！感谢，不知道表示，还非要说几遍了，听，这100块给我干嘛呀？打发叫话子呀？要饭的呀？哈，你家一小孩这么高的，那你挺能生的，生几个呀？啊，还生3个，养不起了，那1个就不生，你还生3个啊？养不养得起关我啥事？我不跟你说了啊！你这个100块钱啊，你还挺瞧得起我啊！我告诉你啊，我这现在换季了，我想去换一身行头，好吧？我前天在商场去看到一套衣服，很漂亮的，我这个衣服穿了好几年了，你就跟我赞助一点，我去买一套。我的工资确实发了，但是我舍不得啊！别动，我拿一点儿，这一点儿大概买那套衣服呢，凑合着可以买着啊。然后这个衣服搭上了鞋子要搭配，对吧？那么我再得买一双鞋子，这个钱肯定就不够了，那再来一点，好吧？别动，来，哎呀，叫啥呀啊！这个买鞋子应该够了，我看你这个有300-400块钱够了。你看公司包吃包住，对吧？啊，然后我把你介绍过来，风不吹雨不晒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也挺可以了啊，好好工作啊。等一下，王主管，干嘛呢？哎，老板好，发工资了？是的，我在跟这个大姐发工资了啊。我看你这手后面是干嘛的呢？啊，这是我的钱，我也发工资了。你的钱呀？是的。你发了多少啊？我这个月我发了19800。19800，这么多呀？是的，这不是老板待遇好嘛，是吧？老板平时还是挺关照你的吧？对，老板对我们没话说。是这样啊，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今天晚上呢，那个隔壁省的那个张总啊，到时候要来咱们这儿，你知道合作10多年了，是不是？我知道。关键呢，最近老板手上呢手头比较紧张，是不是啊？他来了，怎么着也得请他吃个饭，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看能不能挪一点钱啊，请我去吃个饭，老板，是不是？你这么大个老板，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个小钱吗？是吧？一样啊，我现在不是手上紧张吗？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而且这张总还有一个爱好，是不是？他一般吃完饭就喜欢去唱个歌，是不是？他唱歌肯定还得来一点，是不是？对不对？老板，你真的拿太多了，拿多了一样的嘛，是不是？老板平时也挺照顾你的，是不是？这个就不说了。对了，还有那个张总，他一般的啊，唱完歌之后还有一个爱好，他喜欢按个摩。那你看一下啊，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啊。不是老板，你把我的钱都拿没了，我就没钱了。你这没钱了啊？这是你的钱吗？那我在我手上你拿走的呀？那在我手上也是我的钱呀，是不是？那这是以你自己的全职在我手上拿走的吗？那你这个钱到底是你的是谁的啊？我刚才在后面看的都一清二楚啊！6000块钱的工资，保洁1个月辛辛苦苦的啊，为自己创造的这点价值所剩的这点工资啊，被你扣的剩多少了啊？300块钱啊！人家一大家子还怎么生活呀？哎呀，老板，你看他是我带出来，是我老乡，在家里啊养鸡养鸭，1年都挣不到几百块钱，我把他带出来，你看1年12个月，这几百块钱，1年就几千块钱了，这不错了。还你带出来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啊？既然是老乡来到工厂了，你更应该的是从背后去帮助他、关爱他，而不是在背后打他一枪啊！这就是你所谓的老乡，还你带出来了，还一直说你对他好，你对他好什么呀？我问你，怎么不好了？这是啊，好什么呀？你说呀，你哪里好了啊？这，你看我把他带出来，这有吃有喝的，还每个月还剩一点钱，还有吃有喝，你还在这冥顽不灵，答应你人，你不是对他好吗？是吧？来，多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呢。把他的活来给我干2个月，来，你不是对他好吗？不是老板，我是做管理的，你让我做他的活。我告诉你，这个扫把你要接着你就接着啊，你要不接着啊，你可以现在直接收拾东西啊，去财务那儿结完公司跟我走人。
那我做多久呀？你做多久？2个月的时间啊！我告诉你啊，他来到这儿本来都是从五湖四海是吧，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咱们工厂是吧，都不容易是不是？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1个月也就6000块钱啊！你作为老乡，你就磕了这么多钱，你又没有想过，他到这个年纪了，他也有老人，他家也有子女啊！你想想，他又怎么该生活呢？他有可能这6000块钱是他家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你有没有想过啊？还你在那儿说怎么着干这个保洁，你还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啊？感觉丢女人似的啊？那肯定了，我是还肯定的啊！人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美，而不是外表上的咋咋呼呼。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只有人品才分3、6、9等。人家保洁阿姨怎么了啊？他们每天起早贪黑的，是吧？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把大家的办公室是吧，工厂的区域部分是吧，打扫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是值得可敬可佩的啊，而不是你所在的这种肮脏想法，知道吧？我告诉你啊，能干就干，赶紧拿着走啊！不能干的话啊，你直接跟我走人啊！我干。那不好意思啊，大姐啊，你这事儿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呢？你这事儿可以找厂长啊，也可以找我呀，知道吧？办公室就在这一层，是不是？那你先把钱拿着，知道吧？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再记住啊，你是不是卡还没办呢？我看怎么发的现金呢？没有办卡是吧？你记住啊，厂长人也还是不错的，知道吧？有事儿今后第一时间去找厂长或者找我，然后这样呢，我带你到财务那儿去呢，把你卡先办了，是不是刚来没2个月呀？走，先走吧，走。哎，怎么玩手机呢，小李？严总，你来了啊？那个正好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就是我打算这2天我就不做了。怎么不干呢？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也都挺稳定的，这工资差不多每个月基本上都挺稳定，有个1万左右了。是的，我也感觉就是说在这里干了这么长时间的，然后每个月的工资的话也不低。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今年我回家不是要结婚嘛。然后老家的房子呢，到现在还没买，没买房是吧？对，所以感觉个人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然后的话，我也想去摆一下地摊儿，因为去年我家亲戚在老家那边摆摊儿的话，我看他都已经买了2套房了。对，这个摆摊儿你要是掌握技巧，熟练好了，确实也能挣得很多。对，所以我也想去学习一下，行动一下是吧？对，不然跟家里商量好了，自己也决定好了是吧？对，已经商量好了。行，那这2天你还是先正常工作，你这样一会儿下班之后上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吧？好，行，先别玩了，先工作了。好。那个小李刚才在工程听你说，就是确定已经这个事儿定了，想回家跟你朋友去摆摊儿。是的，严总，已经确定了。确定了。你那个朋友他之前摆摊儿，他一直是做什么产品的呀？卖什么的呀？是？他卖的是那个儿童的一个服饰。然后去年的话，像那个5、6月份不是正好地摊经济火爆的时候嘛，也卖了一段时间那个玩具，而且玩具都还是从我们这边拿的货。卖了一段时间从这儿拿的货，对是吧？卖的怎么样啊？看着还挺好的，好就行啊。主要呢就是了解一下，把你叫过来呢，主要就是问一下，因为跟到我身边呢也都5、6年了，是不是？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舍得放你走，毕竟也这么多年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也不希望你们任何只要有干劲儿、有梦想的人、有上进心的人，我也不希望你们一辈子窝在一个工厂里面，知道吧？这个怎么说呢？打工这个事儿呢，流水线这一块呢，只能说是养家糊口，知道吧？挣不了什么太大的钱，知道吧？所以说呢，有时候也不是说打工不好。有时候打工可能就是说长期的把人的一个思想呢，可能有时候给固化了，知道吧？就没有心情说去考虑到别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是吧，自己想去创业或者想去做什么事业，是这一个板块，知道吧？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今天特地就是把你叫过来了，主要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这段时间呢，公司一直是在招收那个区域经销商、区域总经销商，这个你知道吗？知道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区域经销商呢是有一个费用，是5999的一个费用，明白吧？然后呢是给到你们呢，他们签区域经销商的这些人呢，给到他们一个工厂的内部出厂底价，叫内部出厂的成本价格，明白吧？这是一大优势，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第二个呢是可以给到区域经销商的一件代发的政策，可以不用囤货，明白吧？所以减轻他们资金上很大的一个压力，可以让他们去进行小本创业、轻资产去运行这些事情。第三个呢，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给到你们呢都是一个区域唯一性、区域保护，知道吧？综合这3点呢，就给工厂放到这个政策和福利和扶持是相当大的。那基本上呢，来工厂这边签完这个做区域经销商的呢，基本上没有说一个没挣到钱的，只不过是挣多挣少而已，知道吧？
所以把你今天叫过来呢，因为看你也跟到我身边6、7年了，所以就想问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我是怎么想的呢？因为我呢也比较喜欢小孩，所以说呢我对这个玩具呢我也比较喜爱，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也能把这个事业把这个玩具做到这个程度来，是忠于我的一个喜好和喜爱，明白吧？所以干任何一件事情不光光说是为了去挣钱，你得对它产生热爱喜爱，你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来。你说是这个道理吗？对。所以说我就问一下你，你在工厂这6、7年，就是说在玩具工厂这一块，你现在对这个玩具的一个感想是什么样？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玩具这一块说实在话，就算去卖的话肯定也是比较畅销，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对玩具各方面的一个性能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对，是我时常一直说的一句话啊，玩具这个产品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产业链，知道吧？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么一个点呢，在工厂之后呢，叫你来办公室呢，我就考虑到了跟你说这个事儿。因为来之前呢，我查了一下你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知道吧？现在还没有被人签这个区域经销商，所以就考虑到呢，让你回家直接去做你当地的这个区域经销商。这个费用呢，跟了我这么多年，这个费用呢就不用你自己出了，好吧？然后把当地的名额呢就直接留给你，你好好在当地去拓展。再加上第4个啊，去了之后会给你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你当地的零售销售模式、批发销售模式、门店销售模式，以及当地的一些区域下一级的经销的销售模式，都会通通的给你讲解到、培训好，保证就是基本上怎么说呢？只要你人不懒的情况下，应该都是可以挣到钱的，知道吧？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听严总这么说，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就是今年加上回去要结婚，主要是还是手上资金这一块吧。我知道啊，你昨天是说结婚来着，是吧？对对，这个事儿是今年就已经要定，是现在回去要结还是怎么的？就是今年回去的话，就是要定日子嘛。定日子了是吧？对，定日子，等于已经订婚了。是这样是吧？缺多少？目前的话差个2万多左右吧。差个2万多是吧？对。你准确的跟我多久了？是？算下来应该有差不多7年了，接近7年了。是吧？对。这样啊。我直接给你拿3万了，好吧？那这都不好意思啊。没事呢，这个钱呢也不算你借的，好吧？这个钱呢就算作是你跟了我这6、7年的一个时间，我给你的一个好吧份子钱，好吧？也希望就是说接下来的，如果你在当地回到当地你去做你的渠道批发市场的话，好吧？我希望你能把它做好，好不好？行，拿着吧，那你先这样，好吧？行。然后明天呢，你去把你工作那边交接一下，交接完了之后呢，明天到公司来跟市场部的负责人，好吧？跟他正式交接一下，确定你当地的区域的一些事情，好吧？好，行，那你先这样，好吧？谢谢，好好干啊！好。你看一下，咱们这个对账单出来了。来看看，你的在哪里啊？你看哪个？我来找一找。这个是我的，来，我看到了。你的呀？对。哇，你怎么这么多呀？是啊，怎么是5700多呢？我记得好像是2800多呀，是不是弄错了？你的也太多了。哎，我的是1290，你的5700多，天哪！你好厉害呀！这个不知道哎。老板忙着呢。怎么了，小珍？是这样子的，我来找你就是说个事情。说什么事情？不是我前2天手上还拿那么多钱呢这个是这样子的不是前2天嘛，我在那个公告栏上面看着，我的那个计件工资给我多记了有2000多个，然后导致工资呢好像发了有多了4、5千吧。我当时想着这个可能是到时候发工资就不是这样子的，没想到昨天发工资还真的是说多发了5200块钱。是这样是吧？就是说我想了一晚上，都是在外面工作的，我也不知道是主管还是哪里出了错，多发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想着做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然后呢这个不是我的，我也不能要弄得我一晚上我都睡不着呢。睡不着。所以说我今天一大早就赶紧过来，我说我把这个钱怎么样我都要拿过来给你的，这是5200块钱，你可以点一下。多记了2000多个件对吧？对。然后等于说导致了工资卡上多发了有5000多块钱。是的。然后我今天把它取出来了。首先呢，你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取的
也感知到你这个人的一个善良，知道吧？然后呢，这个我现在具体也不清楚，不知道是主管给你记错了，还是把其他人记到你那边去了。你是从那个机件公告栏上看见的是吧？嗯，对。行，大概事儿我知道了，等于多发了5200是吧？嗯。你这样呢，鉴于你这种精神啊，在厂里这种员工呢，还是算是没白疼你们，白关照你们。这500块钱作为精神奖励，好吧？你把这个钱拿着，然后回头这个事儿我核对一下。啊，好吧，你先把这个钱。老板，不是我的，我不要这个你。不是，这是奖励你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相当于，好吧？你把这个钱拿着，马上呢也快中秋了，好吧？马上也快中秋了，公司呢准备的月饼呢已经准备好了，当然还没开始发。这2题月饼呢，本来每个员工就只有1题，给你呢单独多发1题，你把月饼拿回家呢，家里老人孩子，好吧，尝一尝，提前呢就过个中秋，中秋快乐。然后这个事儿我回头我去核查一下就行，好吧？那这样子真是太谢谢老板了。没事，你能主动把钱返回来，是不是？证明你这个精神在这儿。你要不返回来，其实公司也不知道，是不是？证明你呢，公司也没有白疼你们，知道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先这样，我回头核对一下，没别的事儿，也就没别的事儿了，好吧？好了，真是太谢谢老板了。行，没事，你下去忙吧，我这儿还有点事儿，好吧？好，慢点啊。表哥，又怎么了？最近遇到烦心事太多。不要跟我说，别回去。不说心里难受啊。难受我也不听，你这看我这一天忙死忙活的，是不是？哪有时间听你负能量啊？我告诉你，生活就算再苦再难再累，你也得跟我好好活着熬着挺着，明白吧？可是心里实在难受啊。你说你一70男儿，你难受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生活如果处处都如意的话，那还叫生活吗？是不是啊？记住一句话啊，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你还年轻。为什么再穷不要打工？今天我们来算一笔账啊，1个月6000块，1年就是7万2，吃完喝完存3万块，正常打工呢40年120万，在一个城市还不够买一套房，还要买车，结婚生子，身后还有一个家庭。所以说，宁愿创业吃馒头，也不要打工吃大餐，宁可摆地摊，也要当老板。如果13年前我没有选择创业，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厂打螺丝，买不起房，开不起车，结不起婚，老人也赡养不了。其实男人翻身也就是那么1、2年的时间，趁年轻还是要多出去折腾，把握好机会了，真的能逆天改命。就犹如我们的共享玩具店一样，让客户花1个玩具的钱，可以玩到300、400款价值5、6万块钱的网红新奇特爆款玩具，而且玩坏摔坏不需要客户赔，也不需要店老板赔，直接返厂换新即可。目前我们已经签约500多家了，开业的呢有200多家，单店模型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盈利的方式一共有7种，回本周期快，公司这一块也是全程帮扶指导。最主要的是区域还受保护，一区一县它只能开1家。所以说，你觉得这是个机会吗？评论区告诉我。On partira à la plage, on aura la main et la boire. Ce manque de courage, alors viens jouer dehors, alors viens jouer.